血夜真魂曲第20章喪家犬。艾斯特推開黑曜石大門，踏入吸血鬼巨大的地底宮殿。門後是一條長廊，牆壁上鑲嵌着暗紅色的寶石，散發出幽幽光芒，映照出無數扭曲的影子。空氣中彌漫着濃重的血腥味，混合着古老石頭的腐朽氣息，讓人幾乎窒息。他握緊銀劍，左眼金光閃爍，掃視四周，隨時準備應對突襲。穿過房間的苦戰長廊，盡頭分出數條岔道，通向不同的房間。艾斯特帶着戒備，選擇了一條散發最強能量波動的通道。通道兩側的石壁上雕刻着吸血鬼的符文，隱隱散發出低語般的詭異聲響。他步伐穩健，卻能感受到地底深處傳來的壓迫感，仿佛整座宮殿都在注視着他。第一個房間是一座寬敞的墓室，四周站立着數尊石像，石像的眼睛突然亮起猩紅光芒，化作一群吸血鬼衛兵。他們身披暗色戰甲，利爪如刀，瞬間撲向艾斯特。艾斯特身形一閃，銀劍劃出弧光，劍刃劈開第一隻衛兵的胸膛，銀光閃爍間，衛兵化為黑煙。他迅速轉身，銀劍電光急射，水平揮斬而出，迎上兩隻衛兵，慘叫聲當即響徹墓室。然而衛兵數量遠超預期，第二波從天花板和牆縫中湧出，速度快如鬼魅。艾斯特左眼金光大盛，捕捉他們的動向，銀劍揮動，猶如靈蛇起舞，硬生生在圍攻中殺出一條血路。他的戰鬥服被利爪撕裂數道口子，鮮血滲出，但他咬緊牙關，憑藉血焰之力撐住，繼續前進。第二個房間更為兇險，地板上佈滿陷阱，尖刺與暗箭從四面八方射來。他沉着應戰，沉身躍起，猶如奧運會的金牌體操選手一樣，靈巧地避開所有飛來的暗箭和地板尖刺。但危機剛過，隱藏在暗處又出現新一批吸血鬼衛兵在埋伏，利用地形偷襲。艾斯特以半覺醒狀態提升感知，左眼金光掃過，提前預判攻擊軌跡，閃避與反擊幾乎同時進行。他的銀劍刺穿一隻衛兵的喉嚨，同時腳步一轉，一個優美的後空翻，避開從地面刺出的尖刺。戰鬥持續了數分鐘，房間內黑煙彌漫，衛兵的屍骸慢慢化為灰燼。艾斯特半跪在地上，喘着大氣，額角的血跡混着汗水滑落，再靜靜調息着。艾斯特從腰包取出一玻璃小瓶，將裝在裡面的新鮮血液一飲而下，感到力量迅速回復。那是法蘭克的鮮血，他獨有的護身符。一想起法蘭克現在音訊全無，生死未卜，艾斯特就感到一下難言心痛。但現在不是停止的時候，幾經艱苦才走到此，必須要繼續前行。思念至此，艾斯特立即感到充滿力量，動身前行。在巨型大廳歷經數場苦戰之後，艾斯特終於抵達宮殿的核心。一座巨型、古老、宏偉的大廳。大廳的天花板高聳入雲，鑲嵌着無數血紅寶石，遠如星空，卻散發出令人窒息的壓迫感。四周的石柱上雕刻着吸血鬼的戰爭場景，栩栩如生，仿佛隨時會躍出。大廳中央，一座由黑曜石與白骨交錯鑄成的王座聳立，散發着冰冷而威嚴的氣息。王座的基座由打磨得光滑如鏡的黑曜石構成，表面隱約映出周圍扭曲的火光與陰影，椅背則以無數白骨精雕細琢，骨骸交錯成繁複的花紋，仿佛訴說着無數生命的終結與王者的無上權威。座椅扶手上嵌着暗紅色的寶石，猶如凝固的鮮血，
在幽暗的光線下閃爍着詭異的光澤。斯圖列特吸血鬼之王，上一次吸血鬼戰爭中的最後勝利者，正端坐其上，氣勢如深淵般壓迫整個大廳。他身披一襲黑金高貴長袍，袍身以絲絨織就，深黑如午夜，卻在邊緣繡着繁複的金色紋路，彷彿流淌的黃金在黑暗中燃燒。長袍的領口高聳，襯托出他蒼白與大理石的脖頸，隱約可見的青色血管在皮膚下若隱若現，透出一種病態的美感。他的雙手輕搭在王座扶手上，指尖修長而蒼白，指甲尖銳如刀，閃着冷光，彷彿隨時能撕裂一切。他的眼神冷漠而深邃，猶如兩潭無底的深淵，瞳孔中閃爍着猩紅的光芒，彷彿能直視靈魂深處，讓人不由自主地感到戰慄。他蒼老的面容優雅，卻帶着一絲非人的妖異，薄唇微抿，嘴角卻掛住一抹興奮的笑意。那笑容既優雅又危險，像是狩獵者在凝視即將落入陷阱的獵物。大廳內的空氣似乎因他的存在而凝滯，隱隱傳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，混雜着古老的腐朽與無形的威壓。斯圖列特微微側頭，指尖輕敲王座扶手，發出清脆的聲響，彷彿在宣告他的統治不容置疑。他的每一個動作，每一絲表情，都散發着一種危險的魅力，讓人本能地感到恐懼。王座四周站立着數名長老與使者，他們身披暗紅長袍或是純黑燙貼西服，氣息與幽靈般飄忽。身穿純黑色整齊戰術護甲的古斯塔夫與亞當兩兄弟站在王座左側，目光如劍，充滿敵意。而右側，抹伊拉倚靠在一根石柱旁，黑色皮衣緊貼她性感的曲線，紅唇如血，眼中閃爍着致命的魅惑。她手中依舊握着那條燃燒像暗紅火焰的長鞭。艾斯特。斯圖列特首先開口，聲音低沉而悠長，彷彿從地獄深處傳來，冷冷地道：你比我預想中走得更遠，但這是你最後的舞台了。他緩緩起身，氣勢如山崩地裂，純種黃血的力量彷彿鼓動着空氣流動，讓整個大廳微微顫動。不等艾斯特回應，古斯塔夫、亞當與抹伊拉三人同時出手。古斯塔夫身形如鬼魅，瞬間出現在艾斯特身側，手中匕首直取他的咽喉；亞當則從高處躍下，雙手化為黑霧，試圖纏繞他的四肢。抹伊拉的長鞭如毒蛇般甩出，暗紅火焰在空中留下一道道灼熱軌跡。艾斯特左眼金光大盛，血焰與中煙之光在他體內高速沸騰，遁入半覺醒狀態，刺翼翼尖從肩胛骨處突出。他的速度與力量瞬間提升，銀龍劍橫掃，逼退古斯塔夫的匕首，同時側身閃過抹伊拉的鞭擊。亞當的黑霧觸及他的戰鬥服，瞬間腐蝕出一片焦黑，但他迅速從腰間武器收納包拔出銀針反擊，逼得亞當後退。然而，兩位得到純種黃血加持的王子的力量實在遠超他預料。古斯塔夫的攻擊迅猛無比，每一記刺殺都帶着撕裂空間的氣勢。亞當雙手製出的黑霧如活物般靈活，無孔不入。抹伊拉的長鞭更是如毒蛇般靈巧得防不勝防，每一次鞭擊都讓艾斯特的身體多一道焦黑的傷痕。三人默契配合得天衣無縫，攻勢如潮水般連綿不絕。艾斯特咬緊牙關，憑藉血焰與中煙之光的加持勉強支撐，但他的體力迅速消耗，渾圓感不斷纏繞着他。他需要血，極需要血。
迷糊間，古斯塔夫右拳一記重擊將他擊飛，撞在石柱上，石碎四濺，鮮血從嘴角溢出。莫伊拉趁機甩出牆邊，便梢纏住艾斯特的左臂，暗紅火焰燒灼他的皮膚，痛得他幾乎昏厥。艾斯特掙扎着揮劍斬斷鞭梢，卻被亞當的黑帽纏住雙腿，動彈不得。弱者莫伊拉冷笑，長鞭再次甩出，這次直接擊中艾斯特的胸口，戰鬥服被撕裂，胸前的項鏈應聲斷裂，墜落在地，發出清脆的碎裂響聲。艾斯特悶哼一聲，鮮血從傷口噴湧而出。亞當獰笑着撲上，雙手化為利爪，猛地撕向艾斯特的背部，將他背上一對剛剛突出卻尚未完全成形的白色刺亦硬生生扯下，血肉橫飛，劇痛讓艾斯特幾乎失去意識。莫伊拉的長鞭如暴雨般落下，艾斯特的戰鬥服被打得支離破碎，身上布滿焦黑的鞭痕與血痕，鮮血染紅了地面，一面洗鞭一面嘲笑道：原來你也不是想象般厲害，看來是我們太多慮了。絕望的艾斯特半跪在地，氣息微弱，右手死命緊握銀劍，勉強撐住身體。他的左眼金光暗淡，血焰之力幾乎耗盡。斯圖列特從王座上站起，大力鼓掌，聲音在大廳中迴盪，充滿興奮與嘲諷。精彩，真是精彩！他笑道：你的血將會成為我族復興的祭品。他一揮手，數名吸血鬼侍衛從暗處現身，手持詭異的針管步槍，針管射出之後，連接着一條透明喉管，猶如觸手般靈活，尖端閃着藍色刺眼寒光。四面八方的針管同時刺向艾斯特，刺入他的手臂、背部、胸腹與腿部，鮮血順住針管被緩緩抽出，經過透明喉管匯入侍衛背部的巨型容器。艾斯特咬緊牙關，試圖掙扎，但劇痛與失血讓他無力反抗。斯圖列特的笑聲越發猖狂，長老們的眼中閃爍着貪婪的光芒。古斯塔夫與亞當冷眼旁觀，莫伊拉則輕甩長鞭，紅唇揚起一抹嘲諷的笑意。艾斯特的意識逐漸模糊，左眼的金光幾乎熄滅，胸前斷裂的項鏈躺在血泊中，散發出微弱的暗紅光芒。他感到體內的力量正在快速流失，卻仍緊握銀劍，指節因用力而發白。還沒結束。他低語，聲音微弱，卻仍帶着不屈的意志。他的視線落在斷裂破碎的項鏈上，血焰與中煙之光在他體內快速流失，生命之火正在快速消逝。第21章待續。